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今次嘅發展商本地有名嘅 Polygon Realty Limited。相信喺大溫地區冇人會未聽過 Polygon 呢個發展商，因為 Polygon 自1980年至今50多年已經喺 BC 省興建超過34000個單位。Polygon 專門興建 townhome 同埋中高密度嘅公寓，佢哋嘅設計冇浪費多餘空間，價錢亦十分有競爭性，廣為買家青睞。Polygon 除咗發展房地產之外，亦對公益事業不遺餘力。特別喺教育同加拿大原住民 First Nations 藝術承傳方面作出唔少嘅貢獻。多年嚟 Polygon 喺大溫地區嘅曝光率亦十分之高。最近開發嘅項目例如有即將落成位於溫哥華 Oakridge 嘅 Carriage House， 同樣就嚟落成位於溫哥華 UBC 利林社區嘅 West Wing。另外仲有喺2026年落成位於北溫哥華嘅 L， 同樣喺2026年落成位於列治文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嘅 Telestar， 同今次嘅主角同期上市，預計2026年落成位於素里嘅 Halo。而今次嘅主角就係位於本拿比 Metro Town 以低尺價聞名嘅 Onyx。剛才都提到 Onyx 位於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整棟 Onyx 有34層，一共提供261個1房至3房單位。Onyx 最接近嘅天車站就係 Patterson 天車站，步行只需4分鐘，同 Metro Town 天車站只有1個站嘅距離，而呢兩個站相對亦都比較近。如果步行到 Metro Town 行街購物都只係15分鐘左右。其實 Onyx 都好接近 Kingsway， 可以提供更多嘅交通選擇。步行去本拿比最大嘅華人購物商場 Crystal Mall 都只係10分鐘。由 Onyx 步行3至4分鐘就可以到達本拿比嘅巨輝 Central Park。就算去溫哥華市中心亦都好方便，乘搭天車只需要20分鐘。Onyx 嘅位置雖然唔算係最方便，但算係應有盡有，尺價相宜，性價比亦都好高。Onyx 目前仍未開始動工，原址係舊式嘅 rental unit。Olive Avenue 都唔係主要嘅交通道路，經過嘅車輛都唔算多。實測由 Onyx 走去 Kingsway 路口嘅公車站，其實就只需要半分鐘左右，向前一直走就係 Crystal Mall。Onyx 主要提供1房同2房單位，另外有少量3房單位。最入門嘅2房單位每平方尺可低至1050蚊。好多發展商只係得2種色調選擇，而 Onyx 就有3種色調供買家選擇。Ivory White 冇喺示範單位，所以先俾大家睇一睇。示範單位顯示較為深色嘅係 Ebony Slate， 呢度冇一個完整嘅示範單位，所以示範單位主要展示廚房同浴室設計同埋細節。客廳嘅部分有9尺高天花，廚房天花就會略為低一啲。除咗1房單位，所有單位都有 Kitchen Island。雪櫃、抽油煙機、天然氣爐同入牆式焗爐都係 Filco Milano 出品。1房單位就係用24寸嘅型號，2房同3房單位就用30寸嘅型號。Filco Milano 係一個有75年歷史嘅意大利品牌，特點係設計時尚、簡潔而且耐用，係好多發展商中意使用嘅牌子之一。部分櫥櫃角落會安裝轉盤，冇太多花巧嘅設計。所有單位配備24寸 Filco Milano 嘅洗碗機。星盤下面都有安裝雙層垃圾分類櫃桶，雖然尺價唔高，但應有則有。2房同3房嘅單位會有24寸 Panasonic 微波爐，櫃桶都係 soft close 嘅，但裡面嘅間隔就要自行添置啦。Kitchen Island 有冇電掣同大細就視乎唔同單位而定。接住落嚟，我哋又睇一睇第3種色調 Pale Grey， 以唔同深淺嘅灰色配搭木紋櫥櫃同地板。大部分嘅 High Rise 廚房都係冇窗嘅，而私二單位就真係有隻窗。Pale Grey 色調就更突顯櫥櫃使用咗2種色調，令廚房顯得更有層次。1房比較細嘅雪櫃就冇喺示範單位。其實 Onyx 頂層 Penthouse 單位有更高嘅配置，有興趣可以向我查詢。呢個30寸嘅抽油煙機機身纖薄，而且可以拉出嚟增強吸力。Full size 一整塊嘅 backsplash 拼配淺灰色嘅 countertop， 十分容易清潔。Undermount 嘅星盤又闊又深，實用而且容易清理水漬。Ebony Slate 色調嘅浴室設計大致上係咁，玻璃淋浴間有2種花灑模式，標配環保慳水嘅雙沖馬桶。浴室嘅鏡前都有 LED 輔助照明，主浴室嘅鏡後會有儲物櫃。
Soft Close 嘅櫃桶手工都唔錯，櫃裡面嘅間隔就要自行添置。Pearl Grey 嘅浴室大致上係咁樣，示範單位只係展示主浴室嘅設備，所以亦都係用玻璃淋浴間。淋浴間嘅花灑同水龍頭喺呢度會睇得比較清楚。設計上同剛才 Ebony Slate 色調一樣，但實際係點樣就要視乎個別單位嘅設計而定啦。一般嚟講，有2個浴室嘅單位，客浴室就會用浴缸，但就應該冇鏡後嘅儲物櫃。Soft Close 嘅櫃桶下面都有輔助照明，令浴室睇上嚟就更加光猛。Onyx 嘅會所設施主要喺地下樓層同埋頂樓天台。地下樓層嘅會所設施主要係熱水按摩池同埋桑拿室，另外仲有健身室。頂層天台嘅會所設施就以靜態活動為主，例如有活動室、室外庭園同觀景台。此外仲有室外燒烤設施，會所更有自己嘅酒吧，仲有火爐會客室作休息用途。另外仲有桌球室，以及比較少見嘅圖書閱讀室。Onyx 嘅會所設施係經過深思熟慮，以多元化、低成本做賣點，但設施充足絕對唔係 hea 做。管理費大約每平方尺5毫4。Onyx 除咗一房15樓以下單位唔包車位之外，所有單位都包一個 EV 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額外添置車位或者單車位，但數量有限。以 Metrotown High Rise 平均超過1200蚊嚟講，Onyx 出價十分進取。Polygon 嘅質量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Onyx 必成眾買家入手之地。目前 Onyx 有早鳥買家優惠，頭80名買家可選擇2年2.99低息貸款，或者選擇買家回贈優惠，一房可減15,000蚊，2房可減2萬蚊。Onyx 預計會喺2028年底落成。今次嘅樓花預售就介紹到呢一度。如果對之前或今次嘅樓花預售或二手市場有任何興趣或疑問，歡迎聯絡我。我係溫哥華嘅地產經紀 Gary。